一间高中，甲学生名单补丁大去，有23个考生爱跨组去考大学，大考中心回应为着公平，名单袂当改。汉光演习今仔日第2天，头家入去城市做演练，内政部甲专联合作，模拟走空袭的避难路线，让民众会当学习甲应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这丹那市风台过了，这雨伞直直落，伫台湾中南部拢有传出灾情。气象署提示讲，即马受到低压带，也有西南风的影响。今仔日全台湾这中南部甲东南部地区呢，也是较高上大雨的。另外，这2天嘛是因为大涝，所以沿海也是讲地势较低的所在，可能较高淹水，所以提示民众都要加注意啊。风台过了后，各地天气又是无稳定。气象署指出，拜时受到低压带影响，加上透西南风，亲像中南部甲东南部较高上大雨，也是比大水河搁较大的雨水量。其中屏东、台东也有高雄山区雨水是特别高。气象署表示，各地头伫咧拜四暗8点以后，雨水较会转好。不过拜5早起共款透西南风，中南部也是真高上雨。那整体来说，就是未来其实在中南部。在24小时内，其实降雨上还是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热区。那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在今天的一个各地天气还是相对的不稳定的，其中在南部跟台东就是要慎防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发生，在中部其实也会有豪雨、大雨的一个发生几率。气象署针对中华以南到台东的县市，各有外岛、偏湖和金门，拢有发布大雨，也是大水后直报。嘛表示会随时监测各地的雨水量来调整直报的范围。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因为拜四、拜5这2天拄当大涝，所以讲海水的水位会涨较悬，沿海也是地势较低的所在，有可能较淹水。在大潮期间，今明2天是比较大潮期间哦。满潮的时候，水位是比较容易偏高，比较不容易有排水。比较排水的话，会有比较不良的一个情形，导致容易有些沿海局部积淹水的现象。另外，因为风台过直直在落雨，气象署提醒讲，山区的土马因为含雨水，有可能会有土石放落来，所以嘛建议民众避免伫咧这几日去到山区，避免发生危险。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这丹那市风台伫咧家己定了是带来真济损害，亲像布袋的新闻这个所在呢，是有正饱和的主体，这厝顶拢互风台甲渗歹去。若是3楼的厝变做是2楼，这雨水嘛直接安尼泼入来到厝内底。居民除了是希望这电赶紧来以外，嘛希望政府会当到救灾。原本3楼的厝，互风台渗甲变2楼，厝主想要请人处理，无电阁找无工，只会当看到家己的3楼甲厝顶落伫咧巷仔口。当地里长就讲，除了有几层害去的厝以外，因遮阁有正饱和的厝顶，都有风吹甲歹去。受伤多咧喏，三楼变2楼，对啊，需要支援啊。看政府有法度紧甲阮处理无？甲阮支援的啦。啊，无这吼，阮即阵真正大家都真艰苦啦。阮先生拄来遮咧困，啊尾啊风，听到风足大声，伊走去到转台遐，就规个听的。社区外口拢是要摒掉的家具，1楼室内涂骹抑阁澹澹。社区的民众表示，厝顶无去了后，若是拄着落雨，雨水就会顶面一直渗入来，无电嘛无法度抽水，只会当家己来耗水，真侪家具电器嘛安尼来害去。这里下雨是不是那个地呀裂开啊，下面都漏水下去啊，整个船都湿掉了。刚才要抬出去外面放。不水啊，不规暝。阮小姐仔今仔半工吼请假倒来，落2天水较漏掉。台电表示，初到暗时10点的时阵，布袋新闻发电所恢复供电。目前家己关阁有23000户停电，会赶紧来修理复电。社会局嘛讲，而且各项电工所来清查民众主体因为风台受损的状况，协助民众申请相关的救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好，咱看到这几日来的大雨呢，若是互彰化真济所在做大水，当然这果子园嘛拢甲淹去。伫咧福兴乡有一搭果子园，时价阁是当着时，这当地农民看到因的心血全部浸伫水底，是真无奈。让河旁赶紧来采收，满偌济就算偌济。是结果的树丛全拢浸伫水底，原本应该是坚固的表面，嘛因为浸着水烂紧，所以变了了。这2日因为对流分溪发电真旺，彰化地区落乡雨，未少农产果园全拢做大水。福兴乡这搭是结果果园当着时，就惊损失扩大，农民让河旁赶紧来采收。树啊，个青青，但是一般来讲都是延迟性的伤害，所以可能是
1个礼拜，你就会看到很多植株的陆续死亡，死亡上面的果实就没有收成的价值了，所以现在就趁现在赶快。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啦。农民表示，原本2分半的地尚无会当收5台斤的是结果，采收期拄开始就落大水雨，还佫有8成的是结果拢还未收成，即阵会当挽偌济算偌济。除了高远饮水，附近规片的田嘛拢做大水。这届强降雨来得太快了，我们这边的水稻啊，有的都还来不及割。你看现在我们的水稻几乎稻穗有的已经进到水中。就是请公所动员那个村里干事，除了主动查报，就是说农民这边他们如果有灾害有灾损，自己要先拍照。官府表示，大水后的农业灾损有延迟性，呼吁农民雨若停，一定要全面巡视田园。若发现有淹水灾害，一定要先翕相记录，随后才通向中央申请灾损救助。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这台南即摆灾情嘛是同款真严重，今仔日要是有12个行政区是停班停课，也来沿海呢到打受4万外户，这电是要不来。其中有一个65栋历史的这个后壁青寮姓氏二家的天主堂，原本内底这整修的工课是咧要做煞，结果这风台一个数日来，这天主堂的厝顶煞搁雨吹海去，即马规座建筑是严重受损。柴板阿鲁米拼甲规世界，这拢是予台南市强阵风扫落来。伫台南后壁有65栋历史的青寮姓氏名家天主堂，嘛算登去。这是由德国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波姆设计，本正内部修缮工程已经要收尾。这回风势实在透介惊人，甲主建筑的厝顶拢渗落来。我一看照片，我真的心情有一点不好，就是。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反正要积极的面对吧。有专业人会说，这个是特别这个金字塔非常非常坚固的，因为是德国人来设计的。不知道这个 structure 这个还在。可是在外面的都完全的。青寮天主堂是波姆头件海外建筑作品，金字塔形的外观，点乡村残垣是在地热门的观光景点。目前因先赶紧进行教堂内外的防护工课，无惊继续落雨内边的积水。另外，台南有有4万外户停电，打第5天，在地人有的是困车的过日，有的因为电火条甲树啊倒去，厝的出入口拢冻咧。车闸台南阁上大雨，为邻家是厝顶海去，因希望通有补棚的资源入来。若要煮一个饭，点电火啊，点迄个手电筒，连续家顶困4暝啊，要安怎阁动？系啊，尽量嘛是希望讲电款会当较早来买。伊若爱申请一条路，互阮过嘛，哦对无？哎呀，阮若无来处理，阮袂过，阮山边边阮的大门都在伫头前。拜托大家圣心大德来提供帆布给各区公所。这阵停电拢伫溪北地区顶13个沿海地区，根据统计，全市有超过600支电火调断去。目前内地嘛已经派家人台北桃园顶上千个人工来遮斗抢救，市府嘛讲会尽全力恢复家园。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在地有2件意外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伫咧桃园车头的上款呢，有一间餐厅昨暗传出起爆案，这现场高烟水冲出来，物件是拢四价喷。另外，嘛有工人是规身躯45%的烧烫伤，消防局是赶紧派出大量的人力去甲救援，因为这起爆原因还阁需要调查。人先离开，不要再过来了。桃园车站上款大东路顶礼拜3暗时传出爆炸声，发生起爆的是这间永盛糖品店，现场有真大白烟冲出店外，店内物件拢飞甲四散，过路的人拢踹一个。那时候已经打烊了，是里面在施工还干嘛？不晓得，就只听到砰的一声很大声，里面就是气爆，整个玻璃橱窗的玻璃都弹飞出来。起爆现场，一个21岁姓简的工人，规身躯45%的烧烫伤，双脚拢焦毁，不过也在人，紧急送医救治。警方嘛封锁周边的道路，搁疏散民众。火势消防人员到位3分钟后，就得到控制。11点06分，就完全拍花。厝内的火星伫11点14分处理完，初步估计现场损失5000块。同仁立即赶赴现场，封锁周边道路，并通报消防人员进行救灾。将伤者协助送医。救灾人员到达现场，随即部署水线进行抢救。那火势在11点6分熄灭。
初步了解，这间餐厅是趁休困了后装修内部，好情形是装潢工人时间无细致，因部细管压缩造成起爆。详细导火原因也由台火调人员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台南七股一间做配线的工厂，今仔日透早是发生火灾。这消防人员去到现场的时阵，规个厂区拢已经火吞去，加在是无人受困着伤。为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这火呢是烧甲正美，规个厂区拢要互大火甲吞去啊！这消防局是派出25架车，也佮有49个人去甲拍火，也出动这机器人，也佮有无人机来支援。这间工厂呢，伊主要是咧做这塑胶袋。根据了解呢，这现场火烧的面积差不多是有4500平方公尺遐尔大，加在内底呢是无放一寡化合物，也无传出人员受困的消息。这消防队即马已经控制火势，也毋过因为即马当地呢是当咧透西南风，所以环保局是提醒伫红尾的七股甲嘉里区的居民，都要注意这空气的污染。另外来关心的是，这大学分科测验明仔载就要开始啊，也毋过呢，伫咧苗栗有一间私立的高中，煞甲这自然组甲社会组的学生的名单甲补甲钉打去，有23个考生变做是爱跨组去考家己较无遐熟手的科目。这学校是有出面来回答的，问讲到底敢会当来抢救咧？也毋过这教育部甲大考中心是回应讲，考虑到这考试的公平性，也是爱照规定来办理。大学分科测验就要开始，这关系考生升学。不过，苗栗一间私立高中所发生学校集体报着学生分科测验，这互家长是真着急。那其实这是大人的疏失，不应该是由小孩子来承担这件事情。这错误互要考历史科的文组生爱考生物，要考生物的理组生全部爱考历史。分科测验就要开始，学生读3年册，考前3日才被告知报考唔对科目。他们原本准备很久，结果发现没有办法考他们擅长的那一科，每个人都睡不着。有些人就是读一整个学期，就是为了考那一科。学生烦恼权益受影响，只好去考试。学校也说明表示，行政人员伫6月5甲17为学生集体报名，不过23个考生发生错误，这个月7才有考生发现向学校反映。学校回应，行政人员是因为沿用去年旧的计数，才地书发生这个错误。是把去年的资料先叫出来整理好，然后贴到新表单去，所以没有发现新表单的科目顺序跟旧表单的科目顺序是不一样的。学校表示，作业收拾完全是学校的责任，也愿意接受相关的处罚，加负责到底。也希望大考中心能有调整的机会。教育部表示，7月确实接到学校汇报，不过进前有几个时间点因确诊，所以也无接到反应，所以无法度解。所以其中有好几个确认的这个检查点哈，所以这个地方发生这样的疏失哈，我想教部这边也是觉得很可惜啊哈，但是事实上这个确认点都是要避免这样子疏失的这个发生。大考中心也发新闻稿表示，学生的作汇表、名册、试卷等拢已经准备好啊，也陆续送到每一个考区。这时阵做任何变动，拢影响公平性，所以考虑考试公平性无法度改变。教育部后续也会向学校了解状况，必要时阵会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汉光演习总是有10天9暝，这嘛是历史上时间上介长的。今仔日进入第2天，这嘛是头一届去到城市来做演练。内政部是甲专人商场来合作，伫北中南3个门市内模拟避空袭的避难路线，互民众学习应变，嘛来提悬全面防卫韧性。警部咧谈超市关港，赶紧甲民众疏散到地下室，大家双手摸头，乖乖配合。先生，我身体很不舒服，我快不能呼吸了。中途有某几民众受到车惊，心脏熊熊无力，叫无救护车，消防人员伫电话中教员工要安怎救人。这是汉光演习第2天，和过去无同的是，过去演习拢是伫咧山坡塞电车，这届是第1届刷到社区来演练。战争又不是只发生在海边，对不对？那市中心大家要有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想法的。尽量宣导了，大家不要不当一回事，就是有一个观念。
事情发生了，顾好自己。内政部表示，这届选择超市是为着要让民众在生活场合中着防灾意识。超市是真侪人买物资的所在，加上专联有真侪地下室，地下室就是炸弹来的时阵上安全、上好味的所在。这次我们在北中南各有3家门市来做这样的一个演练哦。那特别是在北部地区有防空地下室的这个门市的话，都还蛮适合做这方面的一个演练。我们目前都是以企业自主来参与为主哈。那政府我们在协助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有想要参与的企业想要知道这整个演练的流程怎么来安排，那以及它后续的一些教育训练应该要怎么来进行，那这都是我们可以来支援的。内政部表示，在发生紧急事故的时阵，政府和业者讲好，台湾各大超市拢会配合政府提供物资、防灾等等的资源。今年汉光演习拢总10天9暝，是历史上时间上长的演习。国防部强调会继续整合官方和民间的力量，来提高全体社会防卫韧性。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经济消息，咱要带大家来看，这美国总统川普是来公布第2波新的关税的名单，也毋过同款是无看到咱台湾。这届这税率呢，大部分是伫个20%至30%中间，其中敢若是菲律宾排伫个美国贸易友伴的前50名内，所以因的关税是扣20%尔。也若这巴西是扣到50%的关税。在社会媒体公布新一波关税通知批，美国总统川普初到伫公布7个税率，其中包含菲律宾、汶莱、摩尔多瓦、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甲斯里兰卡，税率为20%到30%。其中，敢若菲律宾是美国前50大贸易友伴，去年对美国出口差不多是140亿元，其他国外出口占比是真少。Formula was a formula based on common sense, based on deficits. Based on how we've been treated over the years, and based on raw numbers.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couple of more coming out today. Brazil, as an example, has been not good to us, not good at all. 在会见几个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时阵，特别点名巴西。川普伫几点钟了后，佫发出就防关税批，会对巴西扣高达50%关税，这是目前为止开出相关的关税税率。因为川普进前捌表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对前总统波索纳洛进行的政变审判是一场拉夫行动，也表示一寡非洲国家可能会面临关税。Well, we treat Africa great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ncluding with tariffs, but parts of Africa charge us tremendous tariffs, as you know, and they're going to be dropping those tariffs. They've already informed me they're going to be dropping those tariffs, but we treat Africa far better than China or anybody else, anyplace else. 不过，这摆关税名单依然无看到台湾。到目前为止，川普已经公布14个关税，并且关税通知批内底指出，若透过转换来避免50%的关税，会被扣更较悬的关税。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好，咱看到这川普呢是搁再来公布8国的关税的税率，即届呢巴西是扣到50%，这是这当中上界悬的。即马针对台湾要未公布关税，有学者认为讲这可能是好代志，嘛代表咱有机会讲到愈好的趴数，无定是会伫25%以下。美国总统川普阁宣布第2波关税拢总8国名单，不过台湾也是无伫名单中，对于台湾一直也未开奖。有学者认为这是正面的信号，不是歹消息。如果台湾跟日韩比起来，我们没有消费品这里的障碍；如果台湾跟马来西亚比起来，对于中国发展所谓的非红供应链，我们应该是比马来西亚更值得可信，更值得成为美国的盟友。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是不可能会超过25%的。上升关税名单中，菲律宾为本来的17%，有关到20%；摩尔多瓦关税加5%，本来加1%。其他亲像利比亚、伊拉克，也有阿尔及利亚，也加斯里兰卡关税的税率拢是30%。不过巴西为10%，一群有关到50%，正做目前关税上悬的国家。专家认为，台美关税谈判卡条的，包含金融甲贸易地区权的存在。另外，伫农业部分是谈判防守的红线。我们还有一些谈判的底线需要去守住。那另外就是说，像农业这种冲击很大的事情，可能不单单只有美猪美牛啦，比如说像粮食作物，那我们现在其实不太允许这种基改作物在台湾大规模做销售嘛。那如果说我们也期
弃守这一块，这个其实对我们的冲击也都会很大。贸易紧张的情势歹消透，不过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可能降低利息的预期心理转强。美股四大指数收红，激励台股开红盘，盘中捌起到22,649点，起超过120点。新台票兑换美金以29.100块开出，早盘以29.233落超过8分。记者采访报道。消息的部分，先来看这罗西亚是一枚向乌克兰派出700多架的无人机去甲攻击，这嘛是俄乌战争以来上大的规模。也那乌克兰也使用无人机来报复，伫罗西亚西部的城市库斯克的边境是造成3个人死亡。初步判断，这罗西亚这波攻击有可能就是甲美国提供乌克兰武器有关系。乌克兰西部都市卢茨克这栋建筑遭到攻击了导火，消防人员赶紧出动。罗小姐暗时就向乌克兰发射创纪录728架攻击甲游地无人机，甲13粒飞弹。乌克兰空军参考表示，这是罗小第3年过战争内底对乌克兰进行空中甲地面攻击上济一摆，情势欠悬。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则讲，要军事援助乌克兰，罗小这波攻击时机点是正敏感。Yesterd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that the White House was weighing whether to send another Patriot air defense system to Ukraine. Can you confirm that reporting? They've asked for it. A lot of systems have been sent to Ukraine. We'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a look at it. Very expensive system. It's a shame that we have to spend so much money on a war tha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if I were president. Трампа в целом достаточно жестк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 о том, какие фразы он использует и так далее.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продолжать.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罗西亚用这摆攻击表明立场。乌克兰军队伫卢茨克用机场受到攻击上严重。卢茨克伫乌克兰西部甲波兰接触火边境附近，也是接受俄国军事援助的重要地点。Доручив міністру оборони України та головкому активізувати всі контакти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川普在册内表示，对罗小总统普京感觉无满意，为伊长征以来推动和解。川普在停火甲和平要求顶悬一直无让步。华府顶礼拜才因为军火库存量食案暂停搜索，几日了后，美国只好供应乌克兰更较侪武器。公司新闻黄玲报道。电动车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伫前几日宣布创立美国党，这是引起社会真大的讨论。即马当然，伊的分析师也来建议公司的董事会应该来监督马斯克的政治行为。也毋过，马斯克煞随呛讲，叫伊着爱点点。另外呢，这马斯克的社群平台 X， 这执行长也伫昨宣布成事。亿万富有人马斯克甲美国总统川普完结了后，宣布成立美国党。结果就连长期听伊的分析师艾弗斯都伫 X 顶悬答文，对特斯拉董事会提出3点建议，包括监督这个执行长的政治活动。不过马斯克并无放软，随伫平台呛伊点起。I'm not going to shut up. I respect what Musk is saying in terms of him disagreeing with our call, but we have to call like it is. The board needs to step in. 马斯克顶礼拜六宣布创党，以条件支持川普台日美法案的共和党议员了后，特斯拉的股价拜一大落将近7%，市价消失680亿美金。马斯克的危机阁毋若一件，伊的社群平台 X 执行长雅克里诺找到意外宣布请辞。The foundation of X is based on free expression and freedom of speech. We can't just decide who doesn't get to post or have their opinion because we don't like it. It's actually what we talk a lot about. 雅克里诺伫声明中表示，家己经历精彩的2年，带公司度过重大转型，不过并无说明是一个原因。伊伫2023年6月为马斯克的手头接 X 执行长，今年3月马斯克的 AI 公司 XAI 买 X 变子公司，不过即阵XAI 的开讲机器人 Grok 早发生反犹太争议，互人批评。分析师认为，恐惊真好找到接任的人。I think done a very good job with X. Stabilize it potentially from an advertising perspective, but there's a lot of challenges ahead. And she was really thought to be a leader for the coming years. Her leaving is a surprise. 面对特斯拉销量降低 ，X 执行长各伫平台争论的时阵请辞，马斯克恐惊爱甲重点为政界翻头关心家己的企业。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
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这入境美国的旅客呢，对即马开始，伫咧机场安检的时阵，唔免搁再烫鞋啊。若是需要进一步检查的时阵，才要求你甲鞋啊烫掉。因若这烫鞋啊检查的这规定呢，是对2006年，互情报单位认定要是有安全威胁的时阵，才开始实行的。入境美国经过机场安检门的时，旅客无过需要烫鞋检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这项无受欢迎的措施，就为即马开始废除。有旅客讲，这对因规家伙仔来讲是一项好消息，因为等待出来行动不便的时段，烫鞋检查了后，搁穿鞋，可能需要搁较侪的协助，也用较长的时间。不过国土安全部也讲，若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时，旅客也可能会向要求烫鞋，而且其他规定像烫配带外套，搁种笔电也是液体、银胶加喷雾类的用品，为随身的行李中提出的检查，一项也袂减。I'm excited about the fact that we have the big, beautiful bill that has been signed and put into law. That'll give us resources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invest in new technologies. That ga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focus on exit lanes. 事实上，美国为2006年实施烫鞋检查，伫这项措施开始进前，也就是2001年发生911恐怖攻击事件的几个月了后，自称盖达组织成员的鞋炸大客，伫为巴黎飞去迈阿密的航班顶，想要引爆藏伫登山鞋内底大约10盎司、283.5公克的土制炸弹，好佳在互机组人员参其他乘客制服。飞行机是紧急降落，无发生危险的代志。也毋过，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了后，美国的航空安检流程也愈来愈严格，包括实施面部辨识甲出示符合 Real ID 提悬身份识别标准的证明文件。免烫鞋安检措施才宣布，就受到美国航空协会的大力支持。伫这宣布进前，美国的部分机场都已经实施啊。目前的无线查核配套方案也犹原存在。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国内这金华城案今仔日是搁再来开庭，来提审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地等人，原本是有拜前台北市副市长裴金星，也毋过呢临时煞改做是要来勘验北市都委会17个届会议等3场的会议记录的录音。也那维金集团的主席沈庆景，伊是因为带院来甲法院请假，嘛有甲法官讲过啊。也那这法官呢已经先请伊的律师来提出交保的金额，而且嘛着爱有保证人。法警介护检出警被车前民众党主席郭文体搁一摆被提审，台北地院继续开庭审理金华城案件。支持者电话声援70个开庭重点，为质问前台北市副市长裴振兴提出勘验包含台北市都委会775摆会议在内3场会议记录录音，因为天气临时改变，也好在被告李文忠就地告定了提早离开。本来是要传唤证人，后来改勘验这样。开庭勘验进前，法官先讨论后修订诉处行决定7月24日传唤裴振兴作证，围观进度检辩也放弃传唤部分证人，其中检方的放弃名单有9个标天嫌书、东森集团总裁王玲玲等3人。检方表示，郭文体已经无证据，口指出有他遭标天增付1000万现金的赔偿。这几天你看那个。就是北检传来证人，看起来他们对以前那个信用过程，他们都有些讲法。现在看起来这个科技其实比较有利的。本来这摆开庭，共款负提醒维京集团主席沈庆景，暗过伊段院请假核准，各向一边向法院申请拒保庭啊。检方表示尊重，暗过坚称交保条件，加上科技设备监控。法官已经请沈庆景律师先提交保金额，各要求保证人是国内有资的人，应用保金所赔担保做后续，审酌参考。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专业委员会今仔日是继续来审查大法官动议权案，针对这大法官被提名人萧文生，哪力两党立委拢关注这去年立法院职权刑事法的修正争议。也那民众党的立委是关注这萧文生敢会支持法庭直播用试办的方式。立法院专业委员会审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萧文生的资格，那立委重点伫去年立法院职权刑事法修法的议题。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要求萧文生说明对国会调查权的看法，民进党立委罗水龙是关注对表示国会立场。它是一个辅助性，但是呢，我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权利，尤其是少数党的特殊权利，因为少数党只有透过调查权才能去对抗多数党，只涉及所谓的公务员，一般人民不适用藐视国会，就给适度的
处罚是应该的。我赞成呢，适度的透过行政责任。因为民众党团当咧推动法院组织法的修正，稳准重大案件公开报送，希望会当更较有效监督无适任的检察官、法官。民众党立委麦玉珍就关注肖文生敢是支持法定地步用试办的方式，比如强化声案。法庭直播跟国民法官对我们国家来讲，司法都是一个很大的新制度的这个引进嘛。策略可以，但是不能用细数的案件。国民法官在试行的时候是用以前已经确定判决的案件。例如，肖文生也讲到，若准有机会担任大法官，保障基本人权会是上重要的任务。然而，相对复杂的国家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比如讲行政院甲立法院之间发生争议，伊认为要甲宪法甲实务运作做基础，推出适合咱国宪政运作需要的解决方案。高市新闻采访报道。连续落这几日来，河内和云林高溪山区有12条溪是列作是土石流黄色警戒的区域。即马烦恼这大雨的地灾，所以乡公所是有风性撤离差不多80人，有37个人是暂时去住附近的饭店。即马持续来监测，来保持警戒。溪水真掣流，往水尾直直长，各山区边仔的道路也正做小水墙。受到几日落雨影响，地属云林高溪山区的土石流渐细溪，13条当中有12条已经达到土石流黄色警戒，当地居民提悬警觉。大家还是都会担心啊，像我们又住在河边，刚好就是听这个河水，整夜都不用睡觉了。刮大风，然后河水又叮叮咚咚的，一直那个。高溪乡公所表示，因为真侪条高溪乡土石流渐细溪是到黄色警戒，烦恼暗时若搁落大雨会涨水，赶紧伫初到下晡设应变中心，以及来应用针对草岭、江湖、华山、甲桂林4个钟头，计共撤离共80人，其中37个人安搭到附近的饭店。快要接近7点。对。就赶快东西拿一拿就撤离。因为也是会怕，对，交通也会有问题。13条前市溪流里面有12条已经达到了黄色警戒了，那有可能到半夜会公发布那个红色警戒嘛？那红色警戒一定是要强制撤离，但是到晚上是没办法撤离的。高溪乡公所表示，为着提早应用，赶伫初到暗时进前就进行预防撤离，即卖继续监测乡内各溪流的状况，呼吁民众最近莫接近溪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台中嘛是同款，因为连续几日天落大雨，伫丰原有一搭古早厝呢，这壁倒倒去，加在内底4个人是无受伤。要那台中南区呢，是因为淹水，这水沟啊挂浮起来，去互民众弄到这冰车，也搁有台里运动公园这地下停车场嘛是同款，因为淹水，抽水抽到15点钟拢还袂退，这车辆是全部拢浸水啊。抽水机运转声真大声，不过排水孔的水也是一直无出来。台中市连续几天落大雨，车站雨小可冷芳。不过台里运动公园地下2楼的停车场，为初到暗时传出淹水灾情，水淹半脸悬，有停车的民众收到消息，赶紧来刷车。迁回去我家，赶快迁回去。对。从昨天下午的6点到现在将近快要10点，总共快要15到16个小时了，还在抽水哦。民意代表表示，淹水已经超过15点钟，不过市政府煞拢无法度。台中市停车管理处到场了解状况，讲爱等水抽干才当查广线的问题，后续车损拢有保险理赔。车损的部分的话，因为停车场都有那个公共意外责任险，对，所以那个理赔的部分的话，会依照保险的内容下去做理赔的。另外，丰原区民生里一个大厝起面街找到中调，因为落雨造成砖仔壁倒去的是女主人房间内壁倒，好佳在无讲到人，一家伙4个人拢无受伤，由区公所协助安置。好，你家就有生命保庇，好上贵，无真正是危险的。先请里长协助将4位里民，他们引导到我们企业的船户乡里做安置。那请里长初步协助他去寻找租屋处。初到暗时7点外，南区南平路因为大雨造成人空挂铺出路面，66岁姓陈的查甫人驶小客车经过，无细意弄到了后边车，车头差不多全毁，而且手甲脚有切到甲弄到，腰部的部分嘛有骨折，意识清醒，送医治疗。后续事故的原因也有待调查。记者采访报道。
看到这受到西南气流带来这大雨的影响，台东的南回公路呢，真侪路段是传出土石流的灾情。即马公路局当咧拼命来抢修，其中南行路段是预计今仔日下晡3点就会抢通。另外，伫红头树这环岛公路呢，嘛是同款发生严重土石流的灾害，乡公所嘛当咧抢修。台东县大埔乡近日落600外毫米的雨量，山坡大量河流被冲到南回公路顶悬，上埔村的雕像气球大雨捌淹过公路路边，双向无法度通过，经过公路局抢修，暂时恢复通行。南回公路沿线为太麻里到大金乡，未少路段都发生土石流，交通受阻。大溪路段土石流造成塞车，好在公路局抢通一车道疏导车流。不过，高向南再加上埔路段沿线公路顶悬积水，因过半个车顶悬，通行困难。文山南怀国立菜货车也掉跌路。不能不送，菜隔夜就会烂了。在南行路段土石流阻碍公路，公路局咧抢修，台东县长赵庆玲也去看灾。这人也没有经过，都没有经过，我们就一直清，因为你清了，它准时就下来。离岛的南势伫洪台期间，雨大水后，土石流引起公路车闸环岛公路过后，这场大水后带来土石阻断路边，各冲击面体，惊到民众唔敢踮伫厝内。清晨下的雨比较大。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下，渔人往机场的方向是中断，是因为有土石流。公路局表示，南回公路南行路段的土石流因为一直落大雨，抢修困难，按算下晡3点会抢通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的景雅水资源回收中心，逐工拢爱处理约28000吨的垃圾水，这已经是紧绷的状态啊。即马第2期粉块工程所还未完成，市政府回应讲，这主要就是来配合中央的再生水的计划，后手是会交予国土署来办理，双方呢是会当推动各项的计划，预计4天内就会当完工。透过过滤系统，把废水变作会当各用的清气水。新竹市水资源回收中心，逐工会当处理28000吨的废水，这是目前处理量已经紧绷。只有6天前开始做第2期扩建工程，到今也未完工，引起民进党议员批评讲，未来恐惊会冲击到民众环境卫生。客雅水资源回收中心的这个饱和已经超出110%了，提升这个污水处理的量能没办法跟上。等于说，我们的整个城市的污水处理的系统就是形同虚设哈。未来整个新竹市所有的这个污水处理就会没有办法容纳。那也就是说呢，换句话说，简单说就是我们整个新竹市的这个污水处理会面临到一个满载、超载的一个问题。市府回应，主要是目前第2期的工程已经编入中央的水资源再利用计划，将新竹县市3个水资源回收中心整合，设再生水设施来提供新竹科行区用水，绝对不是挑工拖工程。因应客雅水资源回收中心实际净流污水处理量已达28000吨，市府承诺国土署配合再生水计划始终如一，并已多次请求国土署加速推动客雅水资源回收中心2期扩建工程，并未懈怠。新竹市工务处指出，未来第2期扩建了后，逐工会当处理7万吨的废污水。按算今年中央地开始启动再生水计划，工程会伫4天内完成，来提升垃圾水再利用的效率。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花莲岛溪乡的山区有一只台湾乌熊阿里曼西肯，伊是因为走入去鸡寮内底食鸡仔，互人掠过2届。即马这只阿里曼西肯是经过训练甲评估，林保署昨决定佮甲伊押放。拍开门，已经关伫野湾动物园园3个外过阿里曼西肯，赶紧行向山内。伊得到自由，阿妈滚挂 GPS 暗库，好亲像也咧熟悉环境。阿里曼西肯它其实是一只很年轻的公熊，那分属呢在经过这几次专家的意见之后咨询，然后还是会建议说再让它
放回野外，然后对森林的族群有一个贡献。阿里曼西肯去年10月开始塑胶鸡舍，今年3月是食400多只鸡仔，好鸡笼是真头疼。2摆比了后，拢送到野湾动物病院暂时安置，进行虎兵制药训练。林博士强调，野防进前有甲部落居民沟通。第一个，我们会挂味精菌圈嘛，然后会给它做电子围篱，然后再靠近电子围篱，我们就会出动去驱赶了，不会让你们知道说好像我们有那个有熊来，不会哦。不管是捕捉或者是驱赶，一定做到底哈。林博士强调，这摆有伫市议场就会举办 AI 辨识武警系统甲电子会议。那阿里曼西肯我近对发出警报，按个部落居民也是希望因知影乌熊的行踪。熊的位置最起码报给村长，差不多在哪里？不要说不要万一靠近了很近了才给我们讲。我了解这个，但是万一他真的下山，对我们在山上工作的，真的是我们很怕呢。经过协调，林博士法令分署会甲部落成立群组，平均3到5日对防暴村长乌熊的位置，佮承诺阿里曼西肯若佮亲友会马上抓起来，袂佮野放。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的是，这热人的时阵，拢希望讲坐伫车内会当较凉咧。这公路局就来公布汽车车窗黏查理纸的使用指引，讲这车辆头前的玻璃查理纸通光率应该要爱70%以上，也若政府驾驶座的车窗呢是应该爱40%。不过民间团体所来即期讲，敢若考虑到这数字的管理，煞无去注意到这玻璃本来就毋是100%通光的，所以讲这查理纸若准甲打落去，恐惊是互通光率搁再减落。使用甲假的纸用车窗仔机，好咧甲打入去哩。这只日本车用仪器检测，出厂迄阵头前玻璃有79%的透光率，那后壁汤比头前汤较暗，若搁打假的纸会搁较暗。欧系车跟日系车，他们的玻璃照出来的深浅度就原本都不一样。那你说如果用80%的玻璃贴70%的隔热纸，那其实测出来是60度而已。那60度其实还是。以法规要70，其实是做不了。业者讲，每一只原厂玻璃的透光率拢无同，就算未来对假的纸做统一的规范，打起来了嘛有个别的差异。行人甲路权团体攻击讲，交通部敢若针对假的纸各项的透光率的规范，拢无要求实际的透光率，嘛无要管理旧车，这是真严重的问题。有的车需要贴，有的车不需要贴，旧车不纳管，只管新车，造成我们道路环境上面的一国两制。为什么要去做整体的透光度？因为目前以公路局他们所找的资料，只有德国再去做隔热纸的单品的检验，规范整体的透光率，才可以去保障说，你这个树脂的规范是有统一的。行路有名行人路权促进会嘛讲，根据韩国的研究，总透光率上低的车窗，驾驶人伫暗时赛车，目睭反应就敢若啉酒赛车同款，呼吁交通部爱甲错误的政策修正来，用契约标准来量测，嘛爱提出具体的旧车管理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长陈英尧宣布，要来开放社区的民众，伫学校放学的时阵，也是讲休困日的时阵，会当入去内底来借运动器材。也毋过，这项措施呢，煞互学校的老师是真反弹，认为讲安尼做就会增加行政的负担。这教育部是来强调讲，会提供买器材的经费，也若学校也免负保管的责任。3800多所，从高中职以下到所有的小学，应该每一所学校。提供他一些篮球、排球、足球各式的，可以放在让社区就可以来使用。要推动开放校园，把校园的设施提供给社区使用。教育部长陈英尧连续2年伫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做宣示，今年佫请各地方伫2礼拜清点球甲器具消息出来，地方的教育局接到教师会反弹甲忧心。前2周才刚开过一个要行政减负的会议哈，因为确实我们的老师在学校里面的行政工作相当的多，是有谁来处理啊？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讲，清点毋是问题，不过敢会增加学校的负担。若是甲学生上课要使用来强迫，要安怎处理？对此，教育部进一步讲，毋是要叫学校保管，是类似爱心线的概念，是消磨性的用品。你可以在球上面做标示，但是这个任何的民众或是同学上课期间，他下课期间他想打球，他也不用自己带一颗球啊。周末的时候呢，民众进到学校校园来之后呢，他也可以很容易去取得这些球类，这会是一个消耗性的用品，并不是一个永久保管的用品。教育部表示讲，会提供买球的单位，
台北市教育局嘛讲，台北市自来都开放校园，互民众使用。另外，安全的维护变数会变少，嘛爱开袂少钱，会配合教育部规个含校讨论，希望相关的配套会当更加周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潮流界来看，英国有一间公司开发出模拟人体内部环境的机器，互管出去的肝也是药剂等等的器官，伫离开咱的人体了后，佫会当继续来循环运作24点钟以上，这也通提高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这台叫做 Metro 体外循环系统，会使模仿药剂也是肝脏生存所需要生理环境，会有管流提供养分也个散素。维持摄氏37度的体温，让器官我以为也存在伫体内，继续运作超过1天。成功移植的这个机会会更加悬。An organ is preserved much more appropriately when within its native environment. An organ can be test-driven on the device before a patient is ever called for a potential transplant. And that makes it possible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ransplants taking place. 研发出这台机器的古典大厦衍生新创 OrganX， 是为着改善这个传统移植器官提出来了后，敢若用平12点钟，若无就会欠少氧气排气、冻伤、衰败、满度移植的这危险。机器体积真细，方便运送，操作也真简单，只有启动、停止、退出3个开关。运用7种无同的演算法，伫移植手术进前，先对器官进行评估。伫美国的权威移植中心克利夫兰诊所所进行的大型研究，这个成果是真好。That through use of this technology, the median waiting time for a transplant had gone from 85 days to 14. The mortality on the waiting list from 18% to 6%. And 75% of their patients could now expect to receive a liver transplant within a week. 这样设备也能增加心跳停止了后器官移植的可能性，也会使连接关键者也是低的肝脏真做备用的器官，互病人原有器官休困修复，甚至应用低癌症局部的化疗，以免药物伤害全身。30人的团队用15年的时间研发出来 Metro， 为真侪患者引发生命希望，也得到今年有工程界这个奥斯卡奖之称的麦克罗伯特奖的肯定。公视新闻，施会长编译。这动物的排泄物，毋若是会当做肥料发电，即马嘛有可能会当甲强要断症的生物甲救倒转来。英国有一个研究团队是伫动物的排泄物当中来找出活细胞，拍拼甲这干细胞甲培养出来。若准有成功，安尼保育就会当有新的方式。伫英格兰西部插郡的切斯特动物园，除了有500多种、数量超过35000只的动物，讲是英国上受欢迎的动物园，也是英国动物科学研究重要的所在。这个动物园是北英格兰动物协会伫咧管理，所以有动物学家常驻伫咧当地进行资料的收集甲研究。这么正伫咧进行的计划是牛津大学教授苏珊娜·威廉斯主持。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对动物的排泄物内面分离出活体细胞，而且是送去生物银行保存。因为是摕大便来处理，所以这项计划叫做便便动物园。Those cells can get sloughed off into the feces, and so we can isolate those in the lab. So by collecting poo and then washing it and processing it in the lab. 摕到活体细胞，唔但是送去生物银行的资料库建立档案，以后也个要用活体细胞培养干细胞。When you've got stem cells, then you can use those cells to differentiate into other pathways. So those other pathways, as I said, might be into eggs or sperm. So you can make those cells become sperm cells or egg cells, and then you can use those to make new individuals. The project's still in its very early days. We've only just passed sort of 6-7 months, so really early days. With the long-term idea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culture them and also potentially generate stem cells from them. So de-differentiate the cells into stem cells. And with those, then we hope to maybe use them for conservation. 伫以前，若要摕到干细胞，方法是对多在大肺、骨髓，一个对胚胎干细胞来培养。因若这项便便动物园计划是拍算对动物的大便内面培养，所以切斯特动物园的饲养员特别伫咧拼动物的排泄物的时阵，唔是倒掉，是包起来送互牛津大学。It's the fact it's non-invasive. So
there's absolutely no impact to the animal whatsoever. So I think that is hugely beneficial, especially for a wild animal. 研究团队讲，这种方式乃当成功，乃当提升动物的福利，摕到活体细胞培养出干细胞的成本也当降低。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那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6度到29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27度，南部地区25度到28度，东部地区是26度到28度。那外岛地区27度到2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